首先歡迎各位記者朋友嚟到消防處2025年工作回顧。咁首先咧介紹下3位長官先。喺中間嘅咧就係消防處處長楊恩健，喺大家嘅右手邊就係副處長行動陳慶勇。咁喺大家嘅左手邊就係副處長公眾安全及機構策略黃家榮嘅。咁首先啦，處長咧會同我哋回顧舊年嘅工作重點啦，同埋來年嘅工作計劃嘅。首先將時間交俾處長，唔該。係，唔該。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過去1年，消防處面對咗唔少艱巨嘅挑戰。本處人員曾經喺3月份遠赴緬甸地震災區，以特別救援隊隊員嘅身份展開咗國際馳援，協助搜救。9月，我哋迎戰超強颱風華加莎，應對多宗事故，守護市民安全。11月，部門上下喺大埔宏福苑嘅5級大火中，日以繼夜嘅奮戰，執行極之困難嘅滅火救援任務。全靠各職系同事喺任何環境下都恪盡職守，風雨同路，竭誠履行救災扶危、為民解困嘅使命，消防處先能夠喺滅火救援工作、防火規管、救護服務、調派及通訊等嘅範疇，持續發揮專業精神，為市民提供消防同埋救護服務。接住落嚟，我會同大家回顧一下本處喺過去1年嘅主要工作，亦會介紹未來來年嘅工作計劃重點。消防處喺去年總共接獲35,972宗火警召喚，較2024年嘅37,828宗下降咗4.9%。個案宗數下降主要原因係因為火警鐘誤鳴嘅個案減少，數目係由26,915轉，較2024年嘅29,357轉下降咗8.3%。當中承災嘅樓宇火警有2,000宗，同2024年嘅1,975宗相比，輕微增加咗25宗。主要嘅火警成因係電力故障同埋人為因素，例如不小心處理煙頭或者蠟燭，分別係佔咗42%同埋25%。喺樓宇火警方面，96.1%嘅樓宇火警召喚呢，都喺規定嘅召達時間裏邊呢，我哋可以到場，比服務承諾嘅目標92.5%呢高出大約3.6%。回顧去年11月26號大埔宏福苑火警嘅5級大火，唔單止導致168人罹難，更加令到本處痛失咗一位盡忠職守、剛勇無懼嘅同袍消防隊目何偉豪，不幸殉職。全體人員深感悲痛。喺呢個前所未見嘅艱難時刻，社會各界嘅關心、慰問同埋傾力支持，俾咗我哋好大嘅力量。我謹代表消防處再次向各位致以衷心嘅謝意。我哋一定會堅守使命，不忘初心，承傳殉職同袍嘅義無反顧精神，全力守護市民嘅生命財產。喺特別服務方面，全年嘅特別服務召喚總共有42,485宗，比起2024年嘅39,320宗上升咗8%。其中比較矚目嘅就係超強颱風華加莎喺9月正面吹襲本港，消防處處理超過咗800宗特別服務嘅事故，當中514宗係屬於塌樹嘅事故。即使喺8號風球生效期間，消防處一直與路政署、運輸署等部門保持協調，喺各區策略位置盡快清理阻塞主要幹道嘅塌樹，維持主幹道嘅暢通，同埋確保救援路線唔會受阻，令到市民盡快可以復常。喺去年嘅10月份，
香港國際機場發生咗嚴重飛機意外，消防人員接報後迅速趕赴現場展開救援工作，並協助機上4名機組人員安全離開機艙。喺國際人道救援方面，去年3月，緬甸發生咗7.7級嘅地震，本處人員再次以特區救援隊嘅身份趕赴災區協助救援，連同國家救援隊展開聯合行動，並成功救出一名受困咗超過125小時嘅幸存者。喺防火規管工作方面，消防處持續咁啟拓新猷，務求與時並進，喺防火規管上做到利民便商，竭力提升整體嘅消防安全水平。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已經喺去年11月正式實施，並喺首階段涵蓋咗嘅範圍包括咗食肆業嘅處所經營者，可以善用市場上嘅專業同埋合資格嘅人力資源進行消防風險評估，從而大幅咁縮短咗申請牌照嘅時間。呢個計劃唔單止可以便利到營商，又可以推動到香港工程專業發展，為業界創造更多機遇。另外，消防處一直致力咁協助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下嘅目標樓宇遵從條例嘅要求，提升消防安全水平至符合現代標準。去年第二季繼九龍油尖旺區之後，消防處再喺港島灣仔區以及新界元朗區成立樓宇改善支援中心，大幅咁擴展服務涵蓋嘅範圍，方便咗舊樓業主同佔用人獲取一站式嘅支援服務。直至去年年底，3間支援中心一共處理咗23,239宗個案。同時，本處喺2024年起將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分為4個階段，並推出一系列嘅支援措施，對目標樓宇遵從相關要求有好大嘅幫助。喺去年順利完成咗第2階段嘅要求，即係完成咗審批消防圖則嘅大廈有顯著嘅增加，由2024年嘅1176棟大廈增加到2025年嘅1500。條例下嘅代辦工程機制推行先導計劃，讓執行當局為未能夠遵從消防安全指示或者係符合消防安全指示嘅目標樓宇業主代辦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協助有真正困難嘅業主履行呢個法定嘅要求。執行當局已經喺10棟嘅目標大廈裏邊批出工程顧問同埋承辦商合約，預期首座大廈嘅代辦工程可以喺今年年中裏邊完成。去年第4季，消防處推出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先導計劃，喺港島、九龍、新界選咗10座6層以下嘅目標樓宇安裝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利用先進嘅物聯網技術，提升消防工作嘅智能化以及信息化水平，加強舊式樓宇嘅火警防控能力。先導計劃預計會喺今年嘅第1季完成，到時本處會全面檢討系統嘅成效，檢討作為傳統消防裝置及設備替代方案嘅可行性，以期進一步協助目標樓宇業主提速提效，用更加便捷嘅方式去遵從消防安全指示，從而長遠同有效地提升舊式樓宇嘅整體消防安全水平。喺消防裝置審批同埋驗收方面，消防處喺去年成立新建消防設施一站式驗收統籌辦公室，透過一系列嘅支援措施，將一般建築規範常規嘅項目以及公營房屋嘅項目需要整體驗收嘅時間壓縮為由平均嘅52日，分別減至為35日及22日。截至2025年12月31號為止，有153項
常規嘅項目及11個公營嘅房屋項目喺驗收工作裏邊咧，全部咧喺指定嘅時間裏邊完成，整體達標率係達至100%。另外，本署亦推出一系列嘅支援措施，包括設立專題網站、成立新建設消防驗收諮詢小組，以及允許透過流動應用程式查詢驗收進度，全力配合社會嘅急速發展。為配合發展城市經濟，本署已經優化咗臨時公眾娛樂場所嘅牌照申請嘅消防驗收流程，推行以視像方式為部分安全風險較低嘅活動場所進行消防驗收，並即時以電子形式發放證書，務求提高有效率、更加靈活嘅服務。視像驗收先導計劃喺去年8月1號推出，直至12月31號，一共完成咗563宗個案，當中驗收時間大幅縮短至為1個工作天完成。本署喺今年第一季會全面推行視像驗收計劃。喺打擊非法燃油轉注活動方面，消防處去年10月制定咗3項全新嘅策略。第一，喺火警危險電子投訴平台增設咗游擊舉報眼專區，並且設立24小時嘅舉報熱線，鼓勵市民舉報，建立全民監察網。期間共接獲86宗舉報。第二，利用無人機進行高空巡邏，加強巡查非法加油站黑點，將巡邏範圍擴展至偏遠嘅地方。期間進行咗51次巡邏。第三，成立打擊非法燃油轉注活動嘅策略小組，促進政府部門之間同埋業界嘅溝通協作，共同制定應對策略。鑑於宣傳公眾教育活動嘅工作咧效果顯著，消防處去年共接獲931宗非法燃油轉注活動嘅投訴，比起2024年嘅390宗增加咗138.7%，並進行咗2067次巡查同埋突擊行動，以及25次跨部門嘅執法行動，檢獲超過53萬公升嘅燃油，並喺當中嘅239項嘅檢控嘅項目裏邊咧提出檢控。防火巡查方面，消防處去年3月透過優化內部嘅人力資源，分別喺港島總區嘅中區、九龍總區嘅西區同埋南區，同埋新界南總區嘅南區設立咗4隊分區公眾安全隊，主動巡查目標嘅舊式商住樓宇，加強火警危險執法同埋消防安全教育。全年總共巡查咗1367棟目標樓宇，就擺放雜物阻塞走火通道、鎖上逃生途徑同埋攝開防煙門嘅情況，發出咗3569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佔全年消防處發出相關嘅通知書總數嘅43%，並提出57次檢控。此外，由於我哋預計喺節慶時日，持牌處所會較多嘅商業大廈人流會有顯著上升，為消除火警危險，消防處去年喺12月嘅23號同埋24號展開咗特別消防安全巡查嘅執法行動，巡查咗132座商業大廈，發出咗376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以及提出53宗檢控。同時，為咗保障工業大廈用戶嘅安全，消防處亦喺12月29號至31號聯同屋宇署就9棟工業大廈進行咗聯合巡查同埋執法行動，就涉及阻塞逃生途徑嘅個案發出咗22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同埋提出咗3次檢控。巡查期間亦發現咗部分大廈嘅防煙門以及消防裝置有損壞，消防處會向相關嘅負責人發出通知書，並且會繼續採取跟進行動。
全年而言，本處總共進行咗447464次防火巡查，發出咗17093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並且提出咗3458次嘅檢控。最後，消防處喺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後推出一系列嘅針對性措施，以提升整體嘅安全水平。第一，包括咗成立專責巡查隊，針對做緊大維修樓宇進行嘅消防裝置及設備排查，重點就係消防鐘同埋消防山喉轆系統進行功能測試，並對問題個案展開調查同埋執法。第二，成立全天候嘅快速應變小隊，喺樓宇發生嘅火警嘅時候，即時主動到現場檢查相關嘅消防裝置同埋設備嘅運作情況，要求負責人為處於有效，要喺呢啲消防裝置係處於一個有效嘅運作狀態，並且就違法嘅情況採取執法嘅行動。第三，加強主要消防裝置失效期間對居民嘅警示。消防處喺今年嘅年初已經發出消防處通函，要求承辦商喺損壞嘅裝置，例如消防喉轆、手動火警警報掣嘅當眼地方張貼一啲符合標準規格嘅損壞告示，並且詳細咁列明咗裝置嘅關閉日期、受影響範圍相關嘅資料，以提高市民喺呢啲裝置損壞同埋關閉嘅情況下嘅消防安全意識。仲有積極加強對公眾、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嘅宣傳教育同埋培訓，鼓勵加密消防鐘測試同埋火警演習，並建議喺演習前安排防災應急講座。喺救護服務方面，2025年嘅緊急救護服務召喚有778191宗，同2024年嘅784,443宗比，下降咗0.8%。當中95.9%嘅召喚喺12分鐘嘅目標召達時間裏邊到場，比起服務承諾嘅92.5%高出3.4%。為提升中風病人嘅存活率同埋功能恢復嘅機會，消防處聯同咗醫院管理局喺去年第4季合作咗喺新界東同埋新界西醫院嘅聯網推行咗院前中風分流計劃。呢個計劃裏邊，救護人員會對懷疑中風病人進行即場評估，如果初步評估判斷為大血管閉塞，就會直接將病人送到聯網醫院嘅指定醫院，爭取黃金時間，等病人可以盡快接受治療。為營造敢於出手嘅社會氛圍，鼓勵市民嘅喺緊急情況下可以出手救人，消防處持續推廣急救訓練同埋推廣自動心臟除顫器，即係 AED 嘅覆蓋範圍。其中喺2024年推出嘅中學生做得到計劃大受歡迎。喺去年總共我哋為55間學校參與咗呢個計劃，令到超過11000名學生接受訓練。未來本處會持續推動呢個計劃，目標係每年不少於5000名學生去參與呢個計劃。另外，香港童軍總會以及香港女童軍總會喺2025年正式加入咗救心同仁嘅聯盟，成員機構數目現已增加至11個。消防處去年處理咗大約8000宗院外心臟驟停個案，即係平均每日接獲22宗。而現時有超過28萬名市民已經完成咗救心同仁嘅聯盟課程，即係每27名香港市民就有一位承諾咗喺遇上心臟驟停事故時敢於出手。喺推廣 AED 覆蓋方面，本處
同參與機構緊密聯繫，喺2025年全港供市民使用嘅 AED 機已經增至4038部，比起2024年增加咗超過700部。此外，透過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資助推出嘅處處有心機計劃，本處現正與房屋處同埋香港房屋協會攜手合作，將 AED 機進一步推進同埋普及去公共屋邨，務求令更加多市民得到保障。喺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消防處一向立場堅定，態度明確，並且以實際行動忠誠履職。過去5年，本處持續深化職責，從危險品管制到反恐能力建設，從提升市民應急能力到參與國際救援行動。國安元素已經全面咁融入咗消防處嘅日常工作。去年，本處一共進行咗17次跨部門嘅反恐演練，為超過1300名前線嘅屬員提供咗反恐訓練。同時，為咗培養年輕新一代嘅處理危機嘅意識同埋能力，消防處更率先喺去年為教育機構提出命名為「知途脫洗」嘅化生複核事故應對培訓，幫助市民快速掌握應對化生複核事故嘅4個主要步驟，避免2次感染。其後，消防處將會培訓對象擴展至運輸業、能源業以及有需要處理化學品嘅政府部門。直至去年嘅12月31號，消防處已經為1219名市民提供培訓，當中包括800名係中學生同埋大專學生。今年本處會繼續推行相關嘅教育工作，目標係為不少於1100名對象提供培訓，務求令香港構建為一個更堅實嘅安全屏障。與內地同埋海外嘅聯繫，去年消防處致力加強內地同埋海外嘅聯繫，喺應急救援、輔助醫療、學術交流等多個範疇積極推動跨地域嘅專業合作同埋持續發展。另外，本處與中國消防救援學院簽署嘅交流合作備忘錄，目的係共同咁培育高水平嘅消防救援人才。為咗落實呢個項目，本處喺去年第4季第一次以派駐形式安排咗2名資深嘅煙火特性教官前往北京嘅中國消防救援學院授課，從而推動消防救援專業發展，提升國家公共安全水平。去年11月，本處舉辦咗國際水域救援技術交流會議，匯聚內地、香港、澳門同埋8個鄰近亞太地區嘅前線水域救援專才，就技術同埋實戰經驗進行深入交流。今年消防處會繼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救援合作協調制度，務求盡快咁實現3地行動程序同埋關鍵環節標準化嘅對接，並同內地及國際夥伴持續合作。喺社會聯動方面，消防處一直積極推動青少年發展，以至培育愛國愛港、具備國際視野、正向思維同埋敢於承擔嘅新一代。因此，消防及救護青年團去年已經擴展至小學層面，團員人數已經突破咗1500人。為咗引導團員去探索未來嘅職業路向，青年團更加喺去年7月20號為20位團員提供機會，讓佢哋喺消防處不同嘅崗位展開為期4個星期嘅實習體驗，親身體驗消防處多元化嘅工作，培育團隊合作精神。此外，為咗深化本處為少數族裔度身訂造嘅睿智計劃，我哋將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不同年齡層，
去年成功吸納咗超過3000名少數族裔人士參加。下一步，我哋會從計劃嘅涵蓋闊度同埋內容嘅深度咧，同社會連結。希望優化呢個計劃，與少數族裔社群攜手，構建一個堅實嘅社會夥伴關係。有鑑於2024年嘅火災當中，大約喺70%都係發生係涉及喺住宅用途嘅樓宇，因此消防處採用多管齊下嘅方式，針對呢啲咁嘅樓宇咧作出宣傳教育，務求全方位提升家居防火意識同埋應變能力。去年第二季，消防處將家居防火探訪恆常化，命名為麒麟計劃，並且進行全面推廣。呢個計劃透過主動探訪嘅公共屋邨嘅獨居同埋雙老嘅長者，為佢哋評估家居防火風險，講解防火知識，從而全面提升長者嘅家居防火意識同埋應變能力。喺2025年，呢個計劃已經全面推廣至全港15個公共屋邨。未來我哋會持續咁推展呢個計劃，涵蓋更加大嘅範圍。預計喺今年呢會達至探訪超過1000名戶嘅長者家庭。為咗進一步加強社區嘅伙伴關係同埋協作，消防處近年積極推動以社區為本嘅公眾安全策略。我哋透過消防處社區聯動網絡，深化同地區人士嘅聯繫，因應各區嘅實際情況，制定同推動針對地區嘅消防安全政策，確保政策能夠回應社會嘅需要。此外，為咗降低社區嘅潛在火警隱患同埋提升居民嘅防火意識能力，本處已經喺18區落實4項公眾安全嘅關鍵績效指標，包括咗喺區內嘅潛在風險同埋火警隱患大廈咧，向市民宣傳防火資訊，協助居民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同埋派發防火三寶。喺2025年，消防處一共向市民派咗3036套防火三寶。今年處方更加將防火三寶提升，增加咗防煙頭套嘅防災應急包，並且增加派發嘅數量，目標係向市民派發5400套嘅有關嘅防火應急包，即係每區係派到300套。本處去年全力推動社區應急先鋒計劃，吸納咗超過8000名成員，有效提升公眾嘅消防安全意識同埋應急能力，建立更完善嘅社區安全網。今年本處會加強社區應急先鋒計劃嘅深度同埋闊度。就深度而言，本處會喺計劃下設立樓宇應急先鋒，專為物管人士、法團代表同埋住戶提供有關樓宇嘅消防安全訓練，藉以提升佢哋對樓宇消防安全設備、火警隱患同埋應急程序嘅認識。就闊度而言，參考上年招募社區應急先鋒嘅情況，本處決定提高社區應急先鋒每年招募嘅目標，由上年吸納5000名新嘅會員，提升至今年嘅1萬名，並且邀請更加多嘅機構參與，共同推廣社區安全網絡。此外，消防處去年12月陸續同物管業界代表會面，鼓勵佢哋展開自願消防警鐘測試，加強主要係消防裝置失效期間嘅告示，同埋鼓勵更加多頻密嘅火警演習次數，以期提升業主同埋物管業界嘅消防安全意識，同埋加強有關嘅預防工作。喺創科惠民方面，因應社會急速發展帶嚟嘅挑戰，消防處持續咁樣去希望能夠創新求進，積極運用科技同埋新設施，為市民提供更加優質嘅服務。喺滅火同埋救援方面，本處引入咗自動化機場系統嘅無人機，以及高負載能力嘅無人機，將會分別
應用喺避風塘同埋郊野嘅地方，以執行早期嘅火警偵測以及緊急救援工具嘅運送任務，從而提升整體嘅救援效率以及行動部署嘅靈活性。為咗提升輔助醫療質素，本處去年開發咗並啟用救護數據儀表板，透過分析緊急救護服務以及前線救護人員嘅執勤數據，從而更有效調配救護資源，持續優化醫療程序。同時，為咗配合北都會區嘅發展，本處已經喺去年第4季成立消防處北部都會區發展督導委員會，透過強化項目統籌同埋督導，加快土地發展以及基建項目嘅審批流程。來年嘅工作計劃，今年我哋除咗啱啱提到嘅計劃之外，消防處會落實施政報告以及我哋策略發展藍圖2024-2026裏邊嘅各方面嘅項目。喺提升專業能力方面，本處嘅災難應變救援隊將會喺2026年嘅上半年接受聯合國國際搜救與救援嘅諮詢團隊嘅評核。通過咗評核之後呢，隊伍將成為國際認證嘅中型救援隊伍，將會係國家第3隊國際認證嘅救援隊伍。到時就可以喺國際救援行動上面擔任更加重要嘅角色。防火工作方面，繼之前推出嘅電子牌照同埋證書服務之後，本處將會喺消防處嘅手機應用程式新加咗牌照申請進度查詢功能，方便申請人隨時查詢消防證書嘅審批進度同埋文件遞交嘅情況。另外，本處亦會設立專題網站，以視像化嘅界面去介紹同埋展示各類型處所嘅消防安全規定，協助有意經營食肆或者其他牌照處所嘅人士呢去了解相關嘅規定。至於喺提升舊式樓宇消防安全水平方面，首先本處會繼續評估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先導計劃嘅成效，預計喺今年嘅第2季完成首階段嘅評估。如果效果理想，就會隨即接受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喺6層或者以下嘅目標樓宇應用。消防處將會積極探討系統嘅應用可唔可以伸延到7層或以上嘅目標樓宇嘅可行性，藉此提升較高樓層嘅綜合樓宇建築物嘅消防安全水平。其次，作為執行當局，消防處同埋屋宇署將會繼續監察代辦工程嘅先導計劃裏邊10棟目標樓宇嘅相關工程，並且喺完成先導計劃之後總結經驗同埋考慮業界承受嘅能力，然後按決定每年推出代辦工程嘅數目同埋時間表，為代辦工程制定長遠同埋整體嘅策略。執行當局預計每年可以為大約220至60等嘅樓宇進行相關嘅工程。為進一步加強對舊式樓宇潛在嘅火警風險嘅監察同埋管理，本處將會綜合分析多項因素，包括咗樓宇落成嘅年份啦，呢啲樓係咪一啲三無嘅大廈，樓宇過往嘅火警嘅記錄同埋我哋巡查嘅記錄嘅數據，喺4支分區公眾安全隊轄下裏邊建立一套風險地圖，並且根據呢個地圖為目標樓宇制定一個風險等級。呢一個做法可以協助本處收集一啲數據嘅基礎，制定更加有效去針對性嘅巡查以及防火策略，從而更有效提升整體樓宇消防安全。長遠嚟講，消防處會視乎人手資源，期望分區安全隊可以擴展至其他嘅行動嘅分區。為咗配合社會急速發展，新消防設施嘅一站式驗收統籌辦公室會繼續秉持超前協調，優化相關嘅驗收程序，提升驗收流程嘅透明度，推動專業化，
喺呢4個目標之下咧，致力咧進一步咧提升消防驗收新樓宇同埋便利有關相關嘅工程嘅整體嘅效率，以加快咧發展項目嘅落成。喺打擊非法燃油轉注方面，本處會繼續加強宣傳同埋大眾教育，促進咗跨部門嘅協調同埋各持份者嘅交流，加強信息共享同埋情報整合。同時，本處會積極咁樣咧進行跨部門嘅執法行動，以提高執法效率同埋保障公眾嘅安全。回顧過去1年，消防處面對咗嚴峻嘅考驗，但係憑住同事屬員上下一心，竭誠盡職，攜手克服咗種種困難。展望未來，消防處將會砥礪前行，提升服務效率同埋質素，為香港嘅繁榮穩定作出貢獻。最後我喺度祝願各位傳媒嘅朋友，大家馬年進步，合府安康。多謝各位。咁就會形象化咁表達翻咧頭先處長講過嘅工作重點嘅。而家請先去片。
咧先舉手示意啦。咁喺攞到支咪之後咧，發問不多於2條問題嘅。第一項明報。你好，明報嘅，想問翻咧，宏福苑大火嗰邊咧，即係消防處有冇話就現時其實交咗啲咩文件或者證據俾獨立委員會嗰邊啦？咁而喺即係嚟緊嗰個聽證會上面，會唔會話派員去即係出席呢一個咧？咁另外就即係之前大火嘅時候咧，處方都有講過話喺無論係用無人機啊、直升機或者一啲即係雲梯車上面都有啲限制啦。未來有冇話就住呢啲嘅裝備啊，或者人手上面會點樣去加強培訓同埋嗰個困難喺邊咧？咁另外咧都想問翻就住視像驗收嗰度咧，其實即係而家推行至今嗰個業界反應係點啦？具體操作上係點？咁同埋係就住呢個先導計劃都推出咗之後咧，有冇話將來即係首季推行嘅時候有冇啲程序或者準則上會去調整咧？唔該。好。答咗你第一方面嘅問題，關於獨立委員會，我哋喺過去一段時間係遞交咗相當嘅文件，協助獨立委員會去進行個調查。我哋係消防處係全力配合獨立委員會嘅調查，包括咗我哋會遞交咗一啲我哋一啲巡查嘅記錄，喺行動裏邊嘅所有資料係希望係配合到獨立委員會嘅調查。至於你頭先提及到關於係用到一啲工具喺個滅火行動方面咧，喺完成咗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係成立咗一個督導委員會，係由副處長行動去做呢個主席咧，去檢討翻咧整體我哋去處理一啲呢啲特大型火警嘅事故嗰時咧，要睇睇成個嗰個行動嘅成效，同埋有啲咩改善嘅地方。咁當中咧會包括咗咧一個要睇嘅環節，就係一啲整體處理呢啲特大型嘅火警嘅現場嗰個指揮系統啦，或者係一啲先進嘅工具，同埋整體嗰個人員嘅調派，或者一啲唔同嘅最新嘅一啲個人嘅保護裝備。喺呢幾個唔同嘅範疇咧，我哋都會咧去檢視，希望咧係去再提升我哋嘅行動效率嘅。咁至於喺嗰個頭先你講到嗰個驗收方面咧，喺嗰個視像驗收方面咧，過去一段日子咧，我哋已經試行咗嘅，我哋試行咗個視像嘅驗收方面嘅工作嘅。以往咧，我哋喺呢啲場所，呢啲係一啲臨時嘅公眾娛樂場所。以往咧，我哋係需要用14日時間去安排收到呢個申請去處理啲驗收嘅。頭先我喺個新聞稿裏邊都有講過，而家咧用咗呢個驗收嘅方法咧，只係需要1日嘅時間。咁但係牽涉裏邊嘅內容咧，最主要咧我哋會做一個風險評估先嘅，裏邊。呢個場地裏邊咧係需要嘅消防設備係相對簡單嘅，係包括咗係主要係擺放一啲滅火筒嘅，所以我哋用視像咧可以由個申請人咧俾我哋睇到個滅火筒嘅位置擺喺邊，咁咧我哋就可以確立到咧現場咧有一個足夠嘅消防設備。咁咧過去一段日子咧，我哋用咗呢個視像嘅方法之後咧，我哋總共收到咧819宗嘅申請，而當中咧有733個案咧係比較風險低嘅。而當中呢個都係一個申請人嘅選擇，就係當中733個案裏邊咧，有563個申請人係選擇咗用視像，有170個申請人咧係選擇咧唔用視像，用翻以前我哋個方法。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哋會見到就係用視像形式去驗收咧，係個消防安全水平係冇降低到啦。第一，第二呢啲地方嗰個消防嗰個規定嘅要求相對係簡單嘅，唔係牽涉咗一啲好大型嘅構建物，唔係牽涉咗一啲需要一啲大型嘅消防設備，只係需要滅火筒。所以我哋選擇呢啲較低風險咧，用視像形式換嚟嘅咧就係個效率方面咧。頭先講正常要用14日時間，而呢一個用視像去
處理嘅申請咧，只需係要用1日時間嘅。下一條問題，第一行 now。好，其實就宏福苑大火之前都講過有啲座數嘅火警鐘係冇響啦。頭先處長都講到話有成立咗一啲去巡視火警鐘同喉轆嘅功能有啲問題個案有出現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嗰啲係大概係啲幾多有咁樣嘅問題嘅情況呢？另外就係針對嗰個火警系統啊、火警鐘啊、火警喉轆等等，覺得而家嗰個保護措施同埋執法嗰個效率如何呢？夠唔夠呢？會唔會考慮修例去加強一啲罰則，或者加強你哋嘅執法效率？去保護翻呢啲消防設備或者增加阻嚇性呢？另外就係都想問埋呢，消防處頭先都有講過，有啲督導委員會去檢討翻啦。咁樣而家係個進度去到邊度呢？即係有啲裝備啊、調配，甚至係一啲編配上有冇話，甚至同大灣區嘅合作啦，有冇一啲方向係往後要改善啊，往後會採購啊，呢啲大約嘅計劃有冇呢？唔該。3方面問題，完成咗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有一啲巡查嘅措施有3方面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對於一啲樓宇大維修嘅樓宇咧，進行咗一啲巡查，特別係巡查咗相關嘅消防系統，包括咗火警鐘、消防山喉轆系統。我哋過去一段日子，我哋巡查咗全港嘅大維修嘅樓宇係有461棟。咁當中我哋發現咗461棟裏邊咧有22棟嘅消防鐘咧係有唔同程度損壞，可能係一啲撳手唔着，可能係一啲撳手有一啲損壞嘅。咁咪隨即咧喺呢一方面咧，隨即咧發出咗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俾佢哋，而當中咧有10棟大廈咧即時咧已經係糾正咗呢啲損壞，其餘嘅12個大廈咧，而家咧就係喺個維修裏邊嘅。咁呢個係第一部分。咁喺第二部分咧，我哋較早前咧喺2026年嘅1月19號接住嗰個樓宇嘅大維修嘅巡查之後咧，我哋咧有一個行動咧叫前哨行動，就係咧選咗1500棟目標樓宇係喺呢個1987年之前落成嘅舊樓，我哋去巡查佢相關嘅消防設備，特別係火警鐘。而當中咧，我哋去到今日為止咧，已經巡查咗940棟呢啲大廈，而發現火警鐘有問題嘅咧係有40棟，大約係佔咗頭先940棟嘅4.3%。而隨即咧，我哋咧因為1月19號先啱啱開始，大約1個月時間多啲啦。咁我哋喺度繼續喺度巡查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嗰啲樓如果發現咗有問題、唔同程度嘅損壞咧，我哋即刻會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同埋我哋會檢控佢哋。咁咧而家呢啲樓咧就係進行緊一啲樓宇呢啲消防設備嘅改善嘅工作嘅。咁我哋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做緊一啲執法行動嘅。咁第3部分咧就係我哋成立咗全天候嘅快速應變小隊啦。咁呢個快速應變小隊咧就係喺火警發生之後，每一單火警發生之後咧，會即刻去派去現場，去前赴現場去做一個動作咧，就係去檢查呢座樓宇嘅消防系統係咪運作正常。喺過去一段日子，我哋成立咗快速應變小隊，我哋總共出動咗281次，即係檢查咗281棟樓宇係發生咗火警嘅。當中咧喺裏邊咧，我哋發現咗咧有11座樓嘅火警鐘有唔同程度嘅損壞，佔咗我哋整體去巡查呢啲發生火警嘅樓宇嘅3.9%。隨即咧，對於呢11座樓咧，我哋咧即刻咧發出咗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同埋與此同時咧會作出一啲檢控嘅。喺呢度就係呢3方面咧，關於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對於一啲大廈嘅消防設備嘅巡查。至於喺嗰個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關於嗰個法例修改方面啦。法例修改方面咧，我哋希望咧有幾方面咧係能夠咧再加強翻喺
樓宇管理，特別係消防設備管理方面咧嘅工作㗎。咁第一部分咧就係我哋咧希望咧喺加入一啲條文咧，係令到咧，如果大廈個消防裝置係需要關閉嗰時候咧，係必須咧得到消防處嘅批准，同埋咧佢必須喺關閉嘅時候咧，必須要將一啲我哋叫做 standby means 一啲預設嘅措施，去補足翻呢啲系統佢關閉嘅時候咧嘅措施咧係已經做好咧，先可以去申請。咁呢個係第一部分，我哋希望咧納入法例。希望呢個業主咧係需要佢要停呢啲消防裝備及設施嘅時候咧，要向我哋申請咗先。我哋會派員即刻去確立去巡查。而家個做法咧就係而家佢關閉咗會通知我哋就會派員落去做巡查，去確立佢做咗嗰啲措施未。但係日後咧就希望佢申請嗰一刻已經做咗嘅，呢個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我哋希望咧喺修改法例嗰邊咧加入一個責任人啦，就包括咗物管公司。呢個就係我哋去睇翻一啲大廈維修嘅法例，一啲大廈其他設施嘅法例咧都有嘅，就係好似 lift 都係相類似係有一個物管公司第一個責任人嚟嘅。我哋希望咧加強咧責任人咧喺呢個大廈樓宇裏邊個責任，特別咧喺個消防設備嗰個監管方面咧，佢哋係有責任咧去令到佢係一個正常嘅操作狀態。而家咧就係業主同埋擁有人係有個責任喺度，我哋希望加埋物管公司，除咗喺消防設備個運作啊、維修啊、保養咧佢有責任咧，其他關於大廈裏邊一啲阻塞走火通道啊，一啲攝開防煙門，我哋常見嘅消防隱患，如果加入咗物管公司嘅責任咧，佢哋會加強力度咧幫手去巡查嚇。咁呢個係第二方面啦。咁第三方面咧，我哋希望咧加入一啲條文，特別係一啲我哋常見一啲簡單嘅消防隱患，譬如一啲攝開防煙門、一啲阻塞走火通道，一啲頭先我都講過，我哋喺聖誕節嘅時候進行一啲多商業處所、多酒樓食肆嘅巡查咧，希望都我哋去加入一啲定額罰款嘅條文，希望咧我哋見到呢啲情況咧，就即刻咧可以咧用一個簡易治罪條例裏邊咧用一啲定額罰款咧去處理咗佢，就可以咧加速咗個效率，令到個阻嚇性提高。過去咧，我哋就係要俾傳票嗰個被告者咧，要等可能好幾個月時間先可以去上庭嘅。咁呢個就係改法例嘅三方面。咁至於喺我哋去檢討呢啲大型事故第三方面咧，大型事故或者大灣區合作方面咧，頭先我講過啦，呢個特大型火警嘅督導委員會咧，我哋成立咗啦，已經開咗一次會啦。咁嚟緊2月26號都會開第二次會議嘅，就會去檢討翻頭先我講過嘅就係一啲整體呢啲大型火警嘅指揮系統啊、滅火救援策略啊、個人裝備啊，點樣引進呢啲科技，甚至係同埋大灣區個合作。大灣區嘅合作方面，我哋其實較早前咧已經聯絡咗廣東省消防總隊方面嘅，希望去進一步咧大家去深化。特別喺樓宇進行一啲樓宇滅火嘅程序方面咧，點可以融合整合？係。下一條問題。第二行黑色衫 Cable。你好 Cable 嘅，想問下之前即係局長即係鄧炳強有講過，就話即係消防處都會引入一啲滅火嘅新裝備啦，包括係無人機啊、呼吸器等等。想問下有冇即係預計嗰個時間表或者採購嘅規模會有幾大啦？係咪都有同一啲公司接洽？同埋目前有啲咩困難要克服？另外都想追頭先講嗰個修例會唔會有個時間表啦？同埋交咗文件俾獨立委員會之外啦，會唔會話派員出席聽證會咁樣？應該好幾方面問題。第一就係關於引入一啲新嘅科技，當中就係包括咗頭先有提過個無人機啦。無人機我哋1月份都進行咗好幾個測試，叫咗承辦商嚟睇下而家嗰個情況。咁大家都可能知道
而家嗰個無人機嗰個應用喺滅火方面，就算喺國家層面暫時都係未成熟嘅，未能夠真係做到一啲大型滅火嘅功能。咁但係我哋都唔會因為咁唔去嘗試，我哋會繼續去探討點可以用到呢啲無人機咧喺啲滅火嘅環境。我哋希望咧提出我哋嘅意見咧，俾嗰啲廠商咧去做改善啦。咁另外頭先有提過嘅，除咗無人機之外咧，我哋引入咗新嘅呼吸輔助器啦。較早前咧，其實喺2月份咧，我哋正咧就係已經更換咗我哋整體人員嘅呼吸輔助器，當中包括咗一啲新嘅功能啦。特別要提到嘅就係呢個呼吸輔助器咧，係用咗一啲電子嘅設計。過去我哋同事去進入火場嘅時候咧嘅入口指揮板裏邊係記錄咗同事進行滅火救援工作個時間同埋佢嘅耗氣量咧。過去咧就用人手去做記錄嘅。咁而家換咗呢個新嘅呼吸輔助器嘅時候咧，用呢個電子嘅入口指揮板咧，就可以記錄到同事裏邊嗰個工作情況，甚至係耗氣量，咁啊大大提升咗我哋嗰個效率嘅。咁至於頭先你有提及到改例方面個時間表，改例方面嘅時間表咧頭先我提及到啦，有幾方面我哋希望去進行改例啦。咁我哋希望咧喺今年嘅4至5月咧，可以去到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做一啲簡介啦。希望喺今年裏面咧，年尾裏邊咧係去到立法會咧進行呢個立法工作。呢個係一個初步嘅計劃。希望如果一切暢順咧，我哋希望喺今年裏邊提到呢個整體呢個改例嘅時間表。咁最後有提到獨立委員會，獨立委員會較早前一段時間，我哋都係提交咗好多關於啲場火警嘅有關嘅資料俾佢哋嘅。到時去聽證嘅同事，因為裏邊會牽涉咗都有一定數量嘅同事咧，一定會出席個委員會，或者佢要求我哋任何嘅同事要去出席去講解翻整體我哋個滅火救援行動。我哋個防火巡查，我哋一定會全力配合，一定會去出席所有獨立委員會需要消防處同事任何一個職級去出席去參與獨立委員會嘅調查，希望完善到，希望佢哋能夠揾到呢個獨立委員會呢單火警嘅一啲資料、一啲真相。下一條問題，第二行灰色衫 AM730。幾多號 AM730嘅？首先想請教下關於嗰個，因為之前處方就派員去巡查咗一啲商廈啦，想問下即係嗰個成效係點啊？同埋嚟緊呢一樣嘢會唔會繼續做啦？另外想請教下關於嗰個10棟嘅樓宇代辦工程先導計劃啦。咁其實嗰10棟係分佈喺邊區啊？同埋其實第一棟可唔可以透露究竟係邊一棟大廈咧？唔該。好，兩方面問題較早前我哋係做咗一啲巡查，喺一啲大型嘅時節，包括咗喺25年嘅12月23號、24號啦，2026年嘅1月16號同埋18號，同埋1月23同埋25，主要裏邊牽涉嘅處所，頭先有提及到就係一啲商業大廈比較食肆比較多嘅樓宇啦。咁當中咧，喺呢3次嘅巡查裏邊咧，牽涉咗168棟嘅商業樓宇。咁我哋整體嚟講咧，係發出咗476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咁咧作出咗91個檢控，而當中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係有99.7% 咧已經係遵辦咗嘅。咁當中未遵辦咧，可能牽涉咗一啲消防系統，佢需時去做一啲維修嘅。咁我哋見到個成效咧，就係我哋巡查完特別係巡得密咧，可能係直接告佢哋，或者係發出咗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咧，佢哋其實達至99.7% 咧，佢哋都會遵辦去消除咗嗰個火警危險。我哋見到個成效喺度。咁呢個就係關於嗰個巡查。至於嗰個代辦工程方面咧，
較早前咧，我哋就已經喺上年嘅時候咧做咗2個動作。第一個動作咧就係揀選咗10座樓啦。咁第二個動作咧就係我哋委派咗一個消防嘅顧問去睇翻嗰10座樓需要做嘅消防工程，完成咗嗰個消防顧問嘅計劃書之後咧，係需要一個消防承辦商去做相關嘅消防工程嘅。咁而家咧正咧就係進行緊相關嘅消防工程。咁最快頭先我都有提到咧，應該喺2026年嘅第2季去完成第1座樓。咁其他嗰啲樓咧應該喺2027年嘅第2季之前都會全部完成。咁關於啲樓嘅地址咧，相對就係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嘅。個正式地址可能稍後我要先可以俾到你。咁裏邊咧，我有少少資料可以話到俾你聽嘅，譬如裏邊係啲咩樓宇啦嗱。其實我哋個選擇呢啲樓宇咧，最主要就係可能係一啲三無大廈啦，一啲冇物管公司噶啦，同埋佢冇遵辦到我哋之前俾佢嗰啲消防安全指示啦。咁其中一座樓咧就係一啲50年嘅舊樓啦。咁佢個落成時間就係75年啦，咁啊6層高啦，係一啲三無大廈嘅單梯設計嘅樓嘅。佢需要做嘅消防設備係一個喉轆同埋一個火警警報系統嘅。咁我哋而家就係進行緊相類似嘅工程嚇。最後2條問題 ，SCMP。Good afternoon. Some questions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uld you elaborate on the firefighting strategies that will be reviewed in light of the Wang Fuk Court fire? How will a fixed penalty system change the effectiveness of fire safety law enforcement? Would different hazards correspond to a different amount of fine in the proposal? Does the department have sufficient manpower for its fire safety compliance monitoring work, given that the state of fire equipment in Wang Fuk Court was discovered to be different from what was reported to the department before the fire? Thank you. Thank you. Regarding the firefighting strategy for the Wang Fuk Court, I think the independent committee is currently condu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cident, and at this juncture, at this stag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make any comments on the firefighting strategy for this incident. But the FSD will do its utmost to assist the independent committee in provid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and you mentioned the fixed penalty,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fixed penalty system for specified and easily verifiable offences. And for example, such as the non-compliance of conducting the annual inspection of fire services installation and equipment on the premises, obstruction or blocking of means of escape, and non-compliance of providing additional fire safety measure during the shutdown of FSIs. And the purposes of the fixed penalty, we think absolutely 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certainty for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can timely address and verify the easily verifiable offences. Thank you. 最後1條問題，TVB Pro。 Hi, good afternoon. Some questions from TVB Pearl. So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at were the main fire hazard issues that the department found during the building operation last year? Like, did the department see sort of a pattern of fire hazard issue that appeared across like different building inspections? And secondly, would you say the prosecution rate in 2025 related to fire safety
is relatively low considering the total number of inspection was over 447,000. And lastly, would the department consider reque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to carry out mandatory fire alarm testing instead of the current voluntary ones to more effectively enhance buildings' fire safety? Thank you. Regarding the special fire safety inspection enforcement operation last year, in response to the anticipated surge in the foot traffic during the festival period in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with higher number of licensed premises, we conduct a special fire safety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 operation in December 2025 to eliminate the potential fire hazard. As a result, inspection of 132 commercial buildings were conducted, resulting in issuing 376 fire hazard abatement notice and took 53 prosecutions. You have mentioned the direct prosecution cases. In the 2025, we have taken direct prosecutions against the irregularities. We have 3,455, and there's a little bit decrease in the number, but in some particular case, like we take enforcement actions against the owner, the occupier of the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 there is an upward trend. We have 1,408 cases, prosecutions against the building with net of annual inspection of their fire services installations. There is an increase of 20% as compared with the figures of 2024.唔該晒處長，今日記者會到此結束，唔該晒大家。